部分頂層物業會附設大廈天台，為住戶提供額外嘅戶外空間。到底進行物業估值嘅時候，天台嘅價值要點估算呢？前期工作方面，測量師首先要釐清天台嘅業權問題。由於部分大廈天台其實屬於公共空間，測量師會查閱大廈公契，了解大廈嘅公共地方範圍以及該地方嘅使用或管理人。而如果天台係屬於頂層物業，物業嘅樓契或者平面圖亦會清楚列明或標示出佔用嘅範圍。另外，測量師亦需要了解天台實際狀況，萬一天台有非法建築物或者同屋宇署嘅圖則資料不符，亦會影響估價。為天台進行估值，測量師一般會以同類型天台物業成交個案作對比分析。然而，如果市場上未有相近天台物業成交，測量師亦有機會以相近頂層物業尺價作為參考，折扣後計算出天台嘅價值。想了解更多有關物業估價服務，可以聯絡中原測量師行專業估價部。